来继续来看，行政院针对着国会职权修法提出着复议，总统嘛通过许可，邀请着立法院来复议。立法院定序委员会今仔日热烈讨论，邀请着行政院长杜英泰到场说明了后，上紧18号来表决。左荣泰院长能够为什么针对要提出复议案，能够到立法院来做一个双向的一个沟通？行政院长杜英泰讲清楚是倒一个部分真歹推动。国会职权修法上新的进展，因为总统赖清德将核准行政院复议案，而且伫下晡送到立法院，今仔日中昼定序委员会立案讨论，14号院会处理，18号将邀请杜英泰到立法院说明，上班必须爱伫25号处理好势。也就是讲，表决大战将会伫这段时间搁再登场。是讲，到伫这个敏感的时机点，所传出拿赢立委罗明才18号将会带队到日本进行3天2夜考察。我们欢迎他会议的时候去到日本去，也不错啊。请韩院长建议召集常委协商，大家可以交换一下意见。什么时候这时程应该怎么排？今晚哪日更加要将战场扩大到地方进行全台3讲。国民党第一场揭露演讲，象征赖清德的本命区台南。15号将由主席朱立伦带党来战场，徐巧芯、王宏伟、郭志文甲谢良介等人亲入基站传达理念。民进党是规划14号为花莲出发，所来到新北甲台北。15号更加特别加开第南场，由立委新朋友吴思瑶控场，和国民党拼一个关系。那民进党是决定电视辩论，不管是透过线上还是线下，持续的跟台湾社会负责任的报告。民众党这边提议说可以按电视辩论，我觉得这有点搞笑哦。你要电视辩论，就表示你要针对法条做辩论，在法条做辩论，不是就是应该在委员会？所以，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让大家有讨论的空间？战线延长，哪力对决？头一站伫台南拼场，试水温的同时，嘛爱看什么人会当动员，搁较侪能量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